大几的有点问题，당부另外人说，你要不去讲嘛都不一呢，对吧？但是你要不去，你讲嘛都不一呢，但讲你就讲就是谁啊对吧？就超那的那用什么对吧？去的对吧？这里一般人说当过年那边，当然没多了下呢，让人年不对吧？年不也不去，另外面这边年不对吧？对吧？年不好的，年不也不去，要不就见呢，讲呢，你什么当然没多了下头去。这样我觉得是呢，但心里你嘛，我们都是嘛，美国看不呢，能找不下去，后来这里就送的话，大家现在要么呢，当半年都别的过嘛，别的对人家把那他们这大人送了家是的，开把卡里个是的，让他几个这多，甚至他们这，俺连台湾不是，甚至第一代连台湾过来，俺来东面没得吧，那他甚至第一代连东面没得吧，下大的，但这一般人是挨得的。那边心情一切都在叫周边饮食之类的，你讲究是身体越好的，这一般人上，要不就讲嘛，都能讲究身体没多少不去，这里就上了去过过呀，但这上了考院对吧？那他们这大人送我的家是，老板来说也老板来说也往那么样，用说数据比如说结果的得先找他的理由。地图大，他们这大人对我们对娘们这是，看的大边对你现在路了没得了，